我哋總共有16箱貨，總通豪192kg 喺荷蘭翻嘅中國大閘蟹。賣書女愛食蟹，引入荷蘭大閘蟹。真㗎，我哋真係坐完飛機由荷蘭嚟到香港㗎，係咪好想食我哋呢？想食都要等 Joey 送佢哋返去廠房洗白白兼 body check 下先。雖然大隻，但都死咗啦。咁我哋又唔要得啦，死咗啦。我哋即時 check 㗎，即時檢查咯，係啊。唔止啊，聽過3兩或者斷咗手腳都要掉。Joey 前日返嘅貨有30%唔要得啊。呢個用棉帶嘅方法咧，係我哋公司發明啦，已經攞咗專利嘅。傳統嘅方法咧，因為佢哋係打咗個10字喺度嘅，或者係水草啊、棉帶啊，咁變咗，而且啲大閘蟹你拆唔到佢嚟蒸嘅，變咗你蒸之前咧，你就冇辦法清洗到呢個位啦，變咗可能啲污垢啊藏咗入去。佢仲話咁樣綁每隻成本唔使2蚊，兼且輕身，啲客唔會覺得呃秤啊。本身做開兒童書生意嘅 Joey，因為中意食蟹，但係又驚內地嘅嘢食，所以舊年就抌本100萬帶呢啲荷蘭大閘蟹嚟到香港啦。咁呢啲地方篤咯，翻個角度做。係啦 ，Amsterdam 就係咪呢度啦？中間嗰個叫做艾瑟爾湖，係我哋真係親身去睇過，就亦都翻到去荷蘭啦。德國就見過嘅，知道嘅，係啦有嘅。咁而英國咧，我哋都了解過嘅，只不過去嗰邊比較出口嗰度咧，政府未批咯。不過大閘蟹唔係嚟自中國，仲要係陽澄湖同埋太湖專有嘅咩？呢個比較多人流傳嘅講法咧，就係話100年前到啦，咁就有啲歐洲嘅商船咧嚟到中國咧運絲綢啊、茶葉啊嗰啲，而佢嘅水咧就唔夠壓倉水嘅，咁就喺咧即係長江流域嗰度咧入咗啲入咗啲水啦，咁裏邊就有啲蟹仔入邊，其實呢個意外嚟嘅，即係啲蟹苗跟住啲貨輪翻到去歐洲之後就慢慢繁殖咗出嚟啦。雖然歐洲好多大閘蟹，但係外國人好少食，仲好憎佢哋添啊！連聯合國都 blacklist 咗㗎。大陸嗰啲咧，通常佢哋又食膏唔食肉，因為覺得啲肉散同埋冇味啦。咁但係呢啲咧，因為講係野生嘅關係咧，好實嘅，咁同埋比較甜。荷蘭蟹嘅味道係點呢？我哋轉頭就請食家同大家講下。不過 Joey 就話舊年入咗個6噸貨啊，話咁快清晒，連佘詩曼同四姨太都有嚟幫襯添，所以佢今年就加碼拎咗300萬出嚟買10噸貨，唔止賣俾散客，仲賣埋俾酒店，當係長線投資。天龍八部再創武俠遊戲新傳奇，全新伺服器，全新玩法，天龍八部3 Online。